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12月初6，提摩太前书1章12节安尼讲：若是我无掠做见笑，因为我捌我所信的，也深信伊会保守我所交托伊的，到伫迄日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无掠做见笑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扶持帮助阮，阁是阮逐时所毋忘甲倚靠的上帝。主啊！你照你的公义拯救阮，互阮脱离歹人的手，因为你是阮的避难所，阮坚固的石磐。对阮少年的时，你就是阮所倚靠的。因为安尼，阮要不时感谢甲学罗你，也要统日归荣光予你。主啊！人要取笑阮，看轻阮，因为因看无你，总是阮无掠做见笑，因为阮捌阮所信的，也深信你会保守阮所交托你的，到伫迄日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伊是咱的避难所，也是咱坚固的石磐。因为伊，咱就无掠做见笑，也确信伊会保守咱所交托伊的，到伫迄日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